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位确诊的助理研究员，正是伫南港的中央研究院上班，厝住伫汐止，甲伊有过接触防居家隔离的人数，伫新北市有40外个人，伫台北市有90外个人，加在目前 PCR 体检拢是阴性，无挖到病毒。新北市长侯友宜请大家唔免惊狂，会甲疫情收掉咧。伊甲台北市长郭文哲拢呼吁民众，若有症状就爱去做体检。若已经开始咧举办的新北市的耶诞城，侯友宜讲会滚动式对咧检讨。若台北市一抗议的跨年晚会，郭文哲讲，若出现着不明的病例，这活动都会停办。也请我们民众朋友们也不用恐慌，我们会全力防堵，严肃的面对。发生中间医女前助理研究员挖着病毒的事件，新北市赶紧开记者会。在新北市的部分接触者有66位居家隔离，44位；台北市嘛有94位的居家隔离。另外，还食饭10个人的名单中有6个人封控列。好加在到今仔日中昼为止 ，PCR 体检都是阴性。P3实验室呢还在做详细的调查。要查说这个道理是怎么泄出来的。防止疫情向外扩散，台北坐运车站原本4点钟清消1摆，即马2点钟就消毒1摆。列车嘛改做4点钟清消1摆，好民众有镜头爱随去体检。新北市的筛检站一直没有撤，这个你研究员的居住地在汐止，所以汐止的整个足迹比较多。大家一副这样杯弓蛇影，你知道吗？那我现在告诉你，什么都不要办，每个都回家打走，也不可以让经济上垮掉的，我不太赞成的。目前新北耶诞城当咧邦桥6日起办中，还有全球主办的台北101跨年晚会，敢会临时取消？不是按几个来看，又有新增的阳性个案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会开始采取规模缩小。如果越往下走，我们看到整个状况其实已经比较严重了，我们必要的时候该停止，我们就会停止。如果了真的要出现什么不明病例，那这些活动就要下档。如果你现在安全，那等于活动全部要关掉，我也不赞成的。所以，中摆本土疫情都是自新北市摊开，这摆郭文哲和侯友宜伫第一时间拢亲身来指挥调度，就是要防止疫情搁扩大。